思甜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小玉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就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到底知道什么？那我们对彼此都很也是不是很，就是非常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来一个就是 OST 的快问快答。1、2、3，你很过分！这人生就应该什么答案？什么都不做啊！怎么做啊？好，做完这一集我们就可以解散。你是不是都没有分数？下一题，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最喜欢的颜色。颜色。哦，这个小玉我真的不知道。 1、2、3。对，思妍喜欢蓝色，我喜欢蓝色然后我喜欢红色，红色小玉喜欢紫色。呀！我喜欢粉红色，我喜欢粉红色，你叶屁叶啊！叶屁叶还紫色，谁喜欢紫色？我刚刚傻眼的，我什么时候喜欢紫色了？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最满意自己的地方。3。我跟你的一样其实。对，小玉是鼻子我是鼻子啊。小玉是鼻子我们都答对了，对，小玉是鼻子。然后你们2个是眼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思甜笑容很漂亮。你为什么强迫别人？他只是眼睛，我也可以有所以你就错了。对，我不了解，只是我错。对，我觉得思甜嘴巴很漂亮是我错，我都没有分出是我错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的球鞋鞋号。应该是这样。不管啦，1、2、3。我是26。对，哎，对耶，我写对， 27我是26。没有，我看，因为我很喜欢观察别人的鞋子，哦，对，所以其实我是有偷看到他的鞋子。那我算对了吧？你23嘛，嗯，然后你26嘛，所以我是对的啊。哎，对的，终于对一题了，是不是？他终于有1分啦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的口头禅。好了吗2、3。剧照。没有，因为小玉每次都会这样。假如说我们讲一个男生的什么事情不太好的男人，他就会这样，哦，臭，这样啊。好像真的很然后可能他臭。说，哎，我真的现在是句2这样。对，就剧什么剧什么啦。然后思甜就是会说哦，我我是先哦哎，对耶，哦，哎，我就是什么什么都会有一个唠这样。我的是确定的，对，我是写确定的。然后那个甜的我确信，偶尔没有闻的是衣服了，你要讲衣服。哦，工作上的时候偶尔会说到。对啊，你要讲这个衣服。哦，工作上的。对了，可是这个还是比较。可是我这个是真的，我几乎每一句都会讲。哎，对耶，什么唠，对耶，真的耶。你看我每次发文就说，对，好了，你们自己注意安全哦，这样。对。好，来下一题。我加1分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最喜欢的一部电影。哇，谁知道？谁知道啊？花木兰了，这也是我写蜡笔小新。对，蜡笔小新也是。不是他说电影哎。哦。蜡蜡笔小新有电影。如果蜡笔小新的话，有一个系列的电影我很喜欢。屁股的小炸弹。屁炸弹。屁炸弹。然后我讲很多次，没有，因为他有一段很感人，就是那个你知道吗？小白的屁股上面有那个装炸弹，然后就是所有的坏，就是大人都想把他送到山上。我就哭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就跟他在那边看嘛，他就在旁边哭。他看到蜡笔小新这样，然后他就说很可怜，然后不是哭。因为就是大家都要把他送走，有哭了，不用都这样，他哭了。因为蜡笔小新他就这样子，他已经感冒了，他就张口说你们不可以把他带走。喜极而泣吗？还是真的怎么会哭？那个画面很可怜。为什么现在讲不想哭啊？因为小新他讲完说爸爸妈妈，小白是我的家人。他死了吗？蜡笔小新怎么会死啦？我不要跟你讲话了。那我的部分我是很喜欢看那个《梦幻女郎》，里面的歌就是 Listen 啊，对不对？Listen 那个哦。好，那我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花木兰，这样。我还为了这个买了一个花木兰 DVD。我的是灰姑娘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近期最想完成的事。哦，我觉得这个我们3个人是一致的。好，follow 1、2、3。
是吧？哎，真的他耶！专辑，主语专辑，近期要赶快把它做完。哎，这个如果没有答对，太夸张了。这个要验一下吗？ 1、2、3，耶！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最喜欢的母语歌。 1、2、3。小玉一定是不会拼的，对，主语拼。啊，紫苑苏巴来，拉，看来怎么拼？怎么拼？紫苑 SYUAN。SYUAN SUBALAY。掌声鼓励！所以我们最喜欢的歌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单曲，叫做《紫苑苏巴赖。愿出发来，发来，发来。搞不好我可以写的来牵你的手。哎，你很快耶，差一点不是我们唱完，他在唱，你就讲话，你很过分。我想说是算了，就发来，发来。下一题。请写出自己及其他2位团员除了唱歌之外最擅长的事。哇，这个太简单了吧！我的就是销售嘛，就刚刚讲过了，哦对，然后甜就美甲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你的就做菜啊，我很简单啊，做菜，你也会做菜。对耶，我的话就是心理辅导，确定建设。我是不是建设很会建设？就是我虽然很简单，可是我很会建设大家往好的方向，因为我在建设我自己。然后思甜的话就是美甲这样子，然后小玉又吃又不挑了，没有你都是吃耶，这个是很累。我跟你讲，除了音乐之外，你给我的印象就是食物清手吗？真的，所以我可以去当那个吗？吃播的吗？好像可以。我觉得不太一样。吃播是吃美食，哦你，是吃剩下的。我是美甲，对，然后我可能幕后的一些也是蛮厉害的，像那个哇，音啊你这样认可曲啊我，我这样绝对是有啊。嗯然后小玉就是有点开玩笑啊，社区艺术主任，因为他头脑也是很多，你知道，有的没的。诗甜17分，静雯12分，小玉11分。为什么我最低？我为什原来么？你最低哦，为什么？我刚刚要说你是最低的，为什么？我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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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是要跳什么意思？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快点啦！好，帮你盖上吧。这样好，要小心哦。好，有跳，好热！哎，为什么一直跳了？反正就是呢，对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更了解我们，然后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日以及其他的一些品相喽。我们品相对，一些品20永远在你们心中，拜拜。拿去哪里？